小朋友，你哋好！相信我哋喺開始影片之前老師已經同你介紹過今日嘅課題係關於啲乜嘢噶啦。喺呢度考下你哋先，你哋知唔知今日究竟要講咩噶？不如老師俾啲提示你哋啦。係關於隻耳仔事嘅，係咩呢？冇錯，今日要學習嘅嘢就係關耳仔事嘅聲音嘅探索。咁喺我哋開始影片之前不如等老師變啲嘢俾你睇下啦。1、2、3，變！噔噔，等老師化身為聲音魔法師，帶領你哋一齊進入聲音嘅世界，一齊學習下聲音嘅探索啦。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都會聽到唔同嘅聲音。唔知以下嘅場景，你有冇遇見過呢？喺啱先嘅片段入邊得知，原來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都有唔同嘅場景或者片段，都會充斥住唔同嘅聲音。不過小朋友，你哋又知唔知究竟其實我哋點解會聽到有聲音嘅呢？究竟啲聲音係點樣傳入我哋嘅耳仔入邊嘅呢？今日老師將會成為聲音魔法師，為各位小朋友帶嚟一個科學嘅小實驗。呢個實驗嘅名叫做神奇音樂蛇。陣間小朋友將會透過呢個實驗學習到聲音傳遞嘅原理。喺進行呢個實驗之前，有2樣物料係需要預先準備定嘅。第一個係開咗小窿嘅紙杯，另外仲需要一條捲好咗嘅毛絨條。陣間老師就會喺紙杯嘅窿仔嗰度講嘢，睇下杯頂上面嘅毛絨條會有啲咩反應先。你哋準備好未呢？如果準備好嘅話，我哋實驗就即將開始啦。啱先嘅實驗影片話咁快就睇完啦，唔知你哋有冇觀察到杯頂上面嘅毛絨條發生咗啲咩事呢？俾3秒你哋講下先。3、2、1，冇錯啦！原來杯頂上面嘅毛絨條小蛇喐咗喐啊！咁不如你哋又幫我估下，究竟點解嗰條毛絨條嘅小蛇會喐起嚟呢？咁又會係咩元素令到嗰條小蛇會喐呢？係老師同你分享同講解有關毛絨條小蛇會喐同聲音傳遞原理兩者相關嘅關係之前，老師都想邀請你同你嘅朋友仔一齊嘗試做一次神奇音樂蛇呢個實驗。而家老師將會為你哋分發材料。小朋友可以按啱先老師嘅實驗示範，一齊跟住做一次神奇音樂蛇，親身體驗下先。相信啱先你哋已經完成咗神奇音樂蛇呢個實驗啦。唔知啱先喺你哋捉住個杯，對住紙杯個窿講嘢嘅時候，你哋嘅手仔有冇感受到輕微嘅震動呢？如果有嘅話，你哋就啱啦，正正就體驗到究竟呢個實驗點樣可以證明聲音傳遞嘅原理。原來我哋嘅聲音係透過震動而產生㗎。當我哋嘅聲音透過空氣傳遞去到紙杯嘅時候，紙杯都會受到震動，佢嘅震動會由下而上傳遞上去，所以杯頂上面嘅毛絨條小蛇亦都會跟住震動。小朋友，我哋經已學習咗聲音傳遞嘅原理。而家老師有2個小任務想送俾你哋去試下做嘅。第一個任務就係聲音大小的挑戰。陣間老師會探索聲音大小，利用大聲同埋細聲2種聲調對住杯仔嘅窿講嘢，睇下到底毛絨條小蛇有冇分別先。另外第2個任務就係不同物料的探索。陣間老師會利用2款唔同嘅杯做材質嘅媒介，分別就係高身嘅紙杯同埋膠杯嚟做實驗。究竟睇下毛絨條小蛇有冇分別先。而家就即將進入第一個任務，聲音大小的挑戰。喺實驗開始之前我哋可以先做一個預測，請小朋友而家可以用舉手方式嚟表示，自己估下當陣間用大聲或者用細聲嘅聲調對住杯仔嘅窿講嘢嘅時候，你覺得毛絨條小蛇會識得喐啊，唔識得喐，
喐得好快定係喐得好慢呢？而家你可以舉手投票表示。當投票完結之後呢，我哋就可以即將進入實驗環節啦。實驗就啱先睇完啦，唔知你哋又估唔估到實驗結果呢？冇錯啊，毛絨條小蛇呢喺大聲嘅時候會喐，而且喐得快，但係當細聲嘅時候佢都會喐，不過就喐得較慢。實驗原理係因為我哋講嘢越大聲嘅時候，所帶動震動嘅能量越強，所以紙杯嘅震動會傳遞到去杯底上面嘅毛絨條小蛇。當紙杯接受嘅震動幅度大，毛絨條小蛇所受到嘅震動能量都會加強，所以佢會喐得更加快。相反，當我哋好細聲咁樣向住個杯嘅窿發聲嘅時候，我哋嘅聲比較細，所以帶動嘅震動比較低，所以經過紙杯向上延伸，震動較低嘅幅度，令到毛絨條小蛇佢都唔會喐得快。而家我哋即將進入第二個任務，不同物料的探索。喺做實驗之前呢，我哋再次進行實驗前測，去估下陣間用嘅兩款唔同材質或者高度嘅杯，相對應住毛絨條小蛇會出現邊種狀況呢？唔知小蛇會識喐啊？唔識喐？喐得快定喐得慢呢？而家可以請小朋友慢慢舉手表達意見，用投票方式去預測下陣間毛絨條小蛇喺呢兩款杯會出現嘅情況。第二次嘅實驗話咁快就睇完啦，唔知道你哋今次又估唔估得中個實驗結果呢？冇錯，毛絨條小蛇呢喺高身紙杯上面嘅時候呢，佢會喐少少，而且喐得慢，但係喺膠杯上面呢，佢完全唔會喐喎。實驗原理係因為今次嘅紙杯比較高，所以今次嘅聲音震動需要喺杯底傳遞到去杯頂上面嘅毛絨條小蛇嘅時候，佢嘅路徑比之前嘅矮紙杯比較長，所以佢嘅聲音震動能量逐漸減弱，所以毛絨條小蛇喺高身紙杯嘅時候所接收到嘅震動能量比較少，所以佢嘅移動速度同埋喐得比較慢。另外，今次另一個實驗嘅對象係一個膠杯，毛絨條小蛇喺膠杯上面嘅表現係完全冇喐到㗎。原因係塑膠杯嘅材質厚實同埋硬淨，佢唔容易呢將聲音嘅震動傳動上去。由於震動嘅能量冇辦法呢有效咁樣傳遞上去俾條小蛇嘅時候，所以毛絨條小蛇自然就唔會喐啦。好欣賞咁多位小朋友呢，好用心上堂喎，幫我呢解答咗好多嘅唔同嘅問題，亦都嘗試咗去估下究竟紙杯喺唔同嘅時候、唔同嘅情況上面嘅音樂蛇會有咩嘅轉變。欣賞你哋努力咁樣去嘅預測同埋做實驗，做得唔錯啊！欣賞你。咁今日我哋嘅課堂時間差唔多完結啦，下次再同我聲音魔法師一齊去玩啦，拜拜。